在个新闻要来讲一个好消息，为了减轻做厝族，也就是做厝卡这无靠落的负担，行政院宣布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的专案的计划，为明仔载开始受理申请。我来宣布，明天就要开始实施的重大新政策。这个政策是重大，原因有5个基础：第一，金额最庞大，300亿；第二，资格最宽，所以很多人符合。现在在台北市，一个人月薪5万多的，他也可以参加这个租金补贴了，领得到了。以前都是看人家喝康，自己都没有，现在有。而这个专案计划有户数扩大、金额增加、资格放宽、甲申请加真方便等等4大特点。补贴的金额为去年度的57亿增加到300亿，收费户数嘛为12万户增加到50万户。这摆专案将所得的标准为本来上计生活费用2倍半放宽为3倍。像讲台北市就好，台北市每一个人每个月平均伊的所得标准放宽为56046块以下，新北市是放宽到47004以下，而且家庭的成员无绑户籍。另外，对了多出社会少年人，也就是35岁以下这少年人，2年内那新婚的翁某、育儿，也就是幼囡仔，加社会经济较弱势家庭，补贴的金额嘛将加码上无1倍、1.2倍到1.8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